比亞迪配股集資超過433億，係近4年以嚟本港最大規模融資項目。配股獲主權基金同埋中東戰略投資者參投。持續擴張海外版圖，加上要為汽車智能化發展增加投入，比亞迪事隔4年再配股集資，按配股價每股335個2，配售接近1億3千萬股新 H 股，相當於擴大後已發行股本4.27%。集資淨額超過433億，係10年嚟全球汽車行業規模最大嘅股權融資，亦都係本港近4年嚟最大融資項目。比亞迪對上一次配股係2021年，當時集資近300億。我唔特別擔心佢喺債務上面，因為大家知佢個大投放其實可能都係從喺智駕上面嘅發展，其實大家都反而係好希望見到佢喺智駕方面做到係一個大突破嚇。始終即係中國龍頭嚟㗎咯，呢啲係走出去嘅大武器嚟㗎。比亞迪表示，配股可以進一步提升技術實力，提速出海進程，亦都進一步豐富股東基礎。今次有份參與投資嘅包括係主權基金、中東戰略投資者以及集團嘅阿聯酋夥伴，雙方將進一步喺新能源車等嘅領域深化合作。比亞迪喺泰國、匈牙利、巴西、土耳其、印尼同墨西哥等地都部署設廠，佈局本地化生產。花旗指出，比亞迪喺內地擁有大量自由現金流同埋淨現金，但係將人民幣轉換成其他嘅貨幣，靈活性低，成本亦都較高。今次集資預計主要用於海外擴張同埋研發，認為配股屬於正面。另一方面，面對汽車市場競爭激烈，有必要加快智能化，以保持競爭優勢。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表示，未來嘅資本開支將會維持雙位數增長，除咗投資海外，並且計劃喺智能駕駛領域投入1000億元人民幣。